唔知大家上投資堂或者講座有冇試過咁樣講完一大堆嘢，最尾梗係要推銷下一個進階班賣系統指標、賣交易軟件嘅所謂投資大師。市面上好多分享知識嘅投資人都成日話自己係交易員，但究竟邊個真邊個假？一般人其實好難分辨真偽。睇完呢條片，你會多咗幾樣判定準則，或者多咗幾個角度去諗一諗。自己而家學緊睇緊嘅嘢，會唔會其實只係一個騙局？我哋今集一齊嚟拆解下第一點，唔會用金錢利潤圖誤導，用嚟證明自己嘅實力。交易能力從來唔係結果論，長期贏家當然要以勝利為依歸，但市場上充斥太多贏少少就扮代表嘅人，佢哋只會 show 贏錢截圖，輸錢嘅單多數隻字不提，俾人感覺自己永遠係贏家。作為交易員，面對輸呢個課題，甚至可以話比如何去贏更重要，所以先會有技術佔2成，心理佔8成呢句說話。幻想你擁有100個交易賬戶，各自一半賬戶都隨機 all in 買市場，升或跌。第一輪市場上升，買跌嘅一半賬戶爆倉淘汰，沽中嘅一半繼續生存，成績翻倍。第二輪操作相同。一半買升，一半買跌，每輪重複，剩低嘅賬戶又再分一半買升，一半買跌。呢個過程好似大浪淘沙，運氣決定邊個可以留低。去到最後就會出現一個連續估中好多次，勝率100%，已經炒到翻幾倍嘅賬戶。聰明嘅你就知呢個就係幸存者偏差嘅現象。嗰位所謂贏家唔係有實力，只係運氣好，從100個隨機嘅賭徒中幸存落嚟。市場上好多日日贏錢嘅財演，可能只係呢個幸存者偏差嘅結果。輸嘅其他99個賬戶無人見到，咁樣單單用賺錢去證明一個人係咪有實力，其實係唔夠嘅。咁點算好呢？第二點，要以佢講嘅內容、理據同埋長時間喺市場嘅印證，作為真正嘅判定指標。真正嘅交易員唔係口水佬，唔會拘泥於一兩次嘅賺蝕，因為正如擲骰仔，總有機會你可以估中，甚至連中幾次都唔出奇。咁唔通你就具備擲骰仔嘅必中技巧？作為聽眾或者學習者，一定要有批判性思考。真正嘅實力需要經年累月去考證，仔細研究佢講嘅論述係咪合理，多啲做資料搜集。或者只要做多一步，簡單 Google 一下就知佢嘅評價，用嚟參考。第三點，人人都熱衷充當老師，其實唔單止財經界，其他唔同界別都一樣，存在好多只靠賣課程為生嘅藝人。對佢哋嚟講，售賣課程比自己靠交易去獲利輕鬆易賺好多，所以好多交易能力平平，甚至長期都未見盈利嘅人，就寧願轉行賣課程、包裝產品去賺錢。而唔肯喺市場過往圖表落真功夫，一般普羅大眾根本唔知呢啲其實係冇用嘅知識。好彩嘅人幾年後有緣分揾到交易嘅真正本質，先至接觸到真正嘅 trading。唔好彩嘅就花上10年8載，報讀過千過萬嘅課程，甚至交上百萬學費，都仲係被蒙在鼓裏，最後淪為周圍問人拎 number，將投資當茶餘飯後嘅話題。甚至從此認定投資投機都係呃神騙鬼嘅嘢。第四點，咁賣課程算唔算一定係瑞士山區費呢？其實都未必，因為知識有價。你諗都諗到，一個真正賺錢嘅交易員，點解要花咁多心力去教街外人？唔計嗰啲純粹靠賣課程為生嘅藝人，其實好多長期盈利嘅交易員都睇唔過眼。市面上烏煙瘴氣嘅演員，佢哋脫離交易本質，只識吹噓、吹捧一堆唔真實嘅嘢，所以佢哋肯跳出嚟開班授徒，分享真正有用嘅嘢。但都要知道，付出本來可以用嚟交易或者休息嘅時間去製作教材，人力物力都要成本，所以付費課程係無法避免，亦都係學習上嘅一大困難。你唔俾錢嘅話，其實好多時都好難去判定一個人喺交易上嘅績效同佢講嘅內容係咪一致，佢係咪真槍實彈分享自己都用開嘅策略同想法。所以之前我都講過，運氣
緣分真係學習交易嘅時間旅途上佔一個好重要嘅因素。若果你分唔到邊個真邊個假，就諗下學習完之後會唔會有後續持續收費嘅系統、課程、軟件、跟單群組強迫你加入，唔用佢哋嘅指標，軟件就炒唔到，定係所謂學完成套技術之後，你都仲係淪為日日等 number、等價位跟單嘅學生，學習中或者準備學習投資世界嘅你哋，不妨停一停，諗下以上呢啲細節。歡迎大家 like 加訂閱加按埋隔離個鐘仔，收聽更多專業交易員嘅交易心理。我哋係交易心魔，下集見，交易加油！